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了停通的时间了哦。恁今日运动的吗？想放起来同永泉先生同下运动的哟。今日永泉先生要教大家的是伸展瑜伽，想放起来同下做运动哦。今家来同先生来做暖身运动哦。手打开来冲用力呗，再打开。下放来，展翅，再来开合，起起，跳起，配合的跳起。好，再来同个手，好，表演的腰位，做一个前、旁、后、旁、前、旁、后、旁，弯片前、旁、后、旁、前。旁，后，旁，好，慢慢的来做一个弓箭步，延展的大腿，好，手可以放下去，弓箭步，可以发在下去，手放在天下下。开下来，再弯片，另外一只脚在前面，你的腿部的延展伸展，你的抬腿的滚圆。好，两只脚可以。放下来，来趴下。好，手放在你的天下下，你的胸口的两片。好，起起的时间，好，摸臀，跳起在上面撑风来，你的手来伸出撑风来，跳哪看后背上面，赶紧帮助，从阳江山呢。做停留，起起，跳起，放下来。好，我记得上一时间，我师傅要夹紧哦，夹放来哦。好，手打开，起起，跳起在上面撑风来，训练你的腰臀的背囊哦。可以绑到我的喉咙，好，做停留，好，起起，跳起，慢慢的下来，好，再摆，起起，跳起上，好，更加要臀强度。拉长咯，好，来表述，可以发，可以看你的前面，再回来，再表下来，来弯片，好，侧身，回来中间，表下来。再慢慢的数，再来动作两只手放在后背，好，嘛变安尼咧往床哦，往床的手系安尼咧往床的翅膀用的，好，更加臀的脚，伸放来，闭放来哦，好，慢慢
慢的下来，天一摆来，起起，跳起，用轻量绑高，下来。我们刚讲的是腹跟软哦，训练的臀部的肌肉哈，臀大肌啦，起起，跳起。下来，好，更加弯的上半身，仰风来哦，起起，跳起，好，慢慢的下来，起起，跳起。下来，起起，跳起，好，起起，跳起，松，慢慢的下来。起起，跳起，慢慢的下来。好，更加臀的手把你的脚踝，好，咱的天鹅，鼻哥，手柄。下来，应该弯片，好数，慢慢的放空来，脚低后不踢高，慢慢的下来，更加用直脚。那翅膀呢？我们大天鹅的翅膀要比风来哦，起起，跳起，慢慢的下来。开始做可能冇办法按过，唔怕，按你慢慢的做，好，起起，跳起。再摆来起，跳起，脚轻量踢高，慢慢的下来，来做一个婴儿式的缓和，去跳数风来，你的师傅坐下来，数神车，再神车。低前面大侧，轻量哦，冇瀑布的哦，唔可以变安尼哦，慢慢的展示。好，一节一节放起来。好，拿来再复习一摆哦。踢的动作，让姜撒，都是让的进来下，手重提，量的胸口，好起起，跳起，将近放高，用手。弯片，好，慢慢的过来，好，起起，跳起，
表数，弯片，下来，树标的后背，起起，跳起，脚硬放来，慢慢的下来，起起，跳起。好，树标在前面，好，再臀的脚放来，大天鹅来，起起，跳起，下来，起起，跳起。慢慢的下来，好，婴儿式休息，放起来，臀的脚，手放来，身体搭侧的手背延展，好，慢慢的一节一节放起来，好，放起来，起好，起起。跳起，起起，跳起。头头的动作，你好唔好嘛？接下来臀线上来好新的动作哦。将臀两只脚打开来，手伸出，好做一个摆荡。手柄松，好，弯片，过来，起起，跳起，降紧，摆拢，慢慢的下去，到叶尾，一节一节，慢慢的下去，扭到天来，好，我脚趾头鼓下来，伸出，鼓下来。再伸出，三、四，好，一节节，放来，好，转过去，来脚伸出去，弓箭步。做低压腿，可以放在下去试试。好，规个记得咯，我们脚趾头一定要伸出来，安尼规个脚哪会绑到哦。好，放起来，来弯片。好，从先勾诶，先让它适应一下，好，再慢慢的低压
两只手放下去，脚慢慢的下来，好，趴着，好，起起，啊，咱咧三个式还记得吼，跳起，放起来。好，拿来做一个美人鱼竖表演的下巴，个脚一只脚伸出，另外一只脚表演的脚七条风，做停留。好，再变下来，更加来弯片。另外一只脚也放来，翘的脚七条。我记得咯，脚毛弯弯咯，打出去伸出。好，慢慢的下来，行的脚变松踢踢啦，跌下来练习。再摆哦，好，一只脚伸出，另外一只脚翘的脚七条，慢慢下来，好弯片呢，好脚尖踢出去，翘轮。下来，好，身体放起来，两只脚七条开下来，仰背，下来做骆驼式，送双牙狗，一只手表演的脚踝，师傅的前面送，好唔可以坐下去嘛，唔可以翘咯。伫前面送出去，过来，加弯片，好，再一摆，来，表演嘅脚掌。继续跳起哦，慢慢的放起来，弯片，放起来，一只练习好诶，来两只是可能性，两只，跳到底后不看。做停留，好像一个放另外一只手，好，伫前面做一个缓和，好，开放来，双牙狗，好，再一摆哦。先一只下去，另外一只下去，跳到底后背看，一只放来，两只放来，伫前面做一个缓和。好，仰背，一节节放，好，像草凳，两只脚伸出，好，脚放来，脚尖，好，背囊打侧，好，我跳拿毛打侧咯，两只手表演的
师傅两片，好腳尖，腳放來，再腳尖，腳放來，腳尖。好，我一隻腳表演嘅，另外一隻腳嘅腳趾頭，也腳趾頭打開來，好，肢體前彎，起，跳起，安尼先腳尖，人家腳尖，好下去。做一個停留，配合呼吸，繼續呼吸。好，慢慢地放起來，起，跳起嘅時節，腳放來，放喺跟無同樣哦。好，跳起，腳放來，有個樣哦，拉到你的後薦肌群哦。可以再下去，慢慢地放來，更加穩片呢。另外一隻腳，表演嘅腳趾頭，好，放側，起，跳起腳尖，慢慢地下去。你的胸口盡量來蠕動誒，好靠近你的膝蓋。慢慢地放，腳放來起，跳起下去。慢慢地放起來。一隻腳連起，那兩隻腳，腳尖起，跳起下去，一節下去，一節放來，數廿放來起，更加好腳哦。跳起下去，慢慢地放起來，數兩下，好，那變起來溜滑梯，師傅廿放來，10秒鐘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再下來。好，訓練你嘅手臂嘅力氣哦。再擺起，跳起嘅時節，你嘅師傅仰高身體，再高一些咯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慢慢地下來，好，慢慢地放起來，起，跳起，起，跳起。今晡日動作學會冇？停通，俺能下次能來了。